后来为着要来拼这个疫苗的覆盖率，指挥官陈时中讲，第13轮的疫苗有咧规划要来开放到 AZ 参染到 BNT。另外，这个年底边境敢有法度来开放咧？陈时中讲，这个秋冬上惊就是流感甲新冠疫情会互相来交叉，再加上年底阁有真侪人会回国回乡，都爱先互咱的人民有一个安全的家会当转去，所以目前无打算要来放宽边境。我们可不可能比照新加坡推动的这个疫苗接种那个旅游的一个通道？施打的比例相当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开始推动。12月之后，开始国人返乡潮开始，本国人要回来安心回来过年这个事情，我们思考正在规划。虽然疫情较缓，不过陈时中呼吁年底有可能把边境放宽，要是来看疫苗注射率、随暗社交距离等等的防疫政策敢有落实，搁有秋冬季的流感和新冠疫情变化，专家嘛认为疫苗注射率无够高，爱国思考。既要8成，那在这个之下呢，你只要越接近8成，当然你的安全系数就越高。立委赖会员嘛，针对国内检疫数量提出质疑，认为5月份疫情高峰了后，台湾的检疫数量却无因为疫情较会减少，敢讲阁有新的变化。怀疑社区的隐形传播链基本上是没有断的。社区隐形传播链疑似没断，我想这句话是正确的了检验的量为什么仍然维持这么大？一个是我们有一个监测的计划在。要惊计划关闭副变化，提高疫苗注射率也是上重要的任务。陈时中伫今仔日透早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报告的时嘛讲，目前规划第13轮开放蓝码组，对象是第一剂注 AZ 至少过8礼拜民众注 BNT 疫苗完成第2剂，互民众会当赶紧来注射。不过详细规划还未出来，民众若是想要蓝码组，可能爱过等。